阿哥，你炒到凍長河，咁我摸開火。有啦，有啦，無遐強啊。你是个真爱啦，哪变航班啦？拿明星哦，然后妈妈讲真会学。啊，他混哪里？一般人都做烘焙的奶油，一般唔會有鹽。那你也係要人也冇人啊？这个无言的。反正一堆人都無鹽呢。我等一下看一下节目，你们真的手艺都很不错。哪一台啊？你从哪一台？网络上搜寻都搜寻得到。YouTube 要搜尋什麼？一家之主。啊，等一下，仲係足緊張嘅。什么虾虾粉红芭比哦，你测秒的嘛？蝦蝦嘛。加酥皮甜心，哦，甜心啦，變芭比啦。甜心啦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係張百強。今日當歡喜呢，來到我嘅故鄉苗栗。今日嘅來賓嗬，可能有人認識的哦。真見咯，而且呢，我講真見呢，特別來到苗栗呢，大家都啲講，也係嘅係客家嘅泰鎮。你係好搞好料嘅好素材。故時我請到正統嘅客家料理來苗栗做錯嘅，馬上就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以前呢來分享到嘅係盧俊斌盧師傅。好，盧師傅。師傅你好，還有李吉六李師傅。好，來吃掉。大家好。我就被兩帥包圍。不要這麼說，我會。你去後面，你去後面。對。好啦，馬上呢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咯。苗栗市嘅代表係傳書記老竹君，歡迎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哦，竹君好年輕哦。係哦，好，撒下來哦，嘅來賓哦係來自台灣嘅兩公婆，按照離岸式撈茶田肉，掌聲歡迎。哇，一個夫妻大戰，我們是母女檔。講到苗栗市嘅話，吼，真嘅嘛該好食的呀，推薦的挺多誒。但是你現在直覺馬上想到的是什麼？二家河，二家河賣小吃的哦，對，就一般那種，蔥麵啊，但是它的做的很精緻啊，CC 炸誒。哦，真嘅哦，對，而且價位蠻銅板價。哦，二家河，就都煲茶條一出來就有誒。古時候講，大家就係炒煲茶一出來就好食好料誒，苗栗讚。哦，我問下，家下講到嘅該好食小吃店之外哦，呢度苗栗咯，尤其係台灣啊，要賣好食好料嘅。台灣哦，豆腐嘅當有名，因為水是凍吼，所以做出來豆腐全部都好食。有清蒸臭豆腐、麻辣臭豆腐。韓國還有五色嘅豆腐係嘛？對，有，沒有紅色的三色豆腐。哈，對，各種顏色色目均有哈。對，烏豆腐哈，嘅臭豆腐係嘛？臭豆腐。五色嘅臭豆腐要賣好食嘛？夾喺種中藥做嘅口感不錯。所以彈講起來吼，來到苗栗後，真經好食好料啲素材挺多咧。冇錯，感覺起來兩水嘅鹹水炸呢，都是真正的吃貨，他們應該都是有備而來的咯。稍稍來看一下今日嘅比賽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了，馬上要體育館嘅比賽呢，兩組就來先來宣佈一下，看下秘密武器係乜嘅。風吹帶來兩係鹹豬肉，自家用嘅嗎？皮下皮乾啊，自家做呀？東鄉誒有滷酒嗬？沒，不是。啊，你是穿過來咧？那個規則就是要還回來。哦，批一下就好咧啦吼。哇！等下吼，切一版本 Andy 好做咧。喂，你要帶來料理係乜嘅？巴拉必煲加香肉，巴拉必煲係啲安嘅，唔係那幾腐球嘅改名啊！巴拉必煲加香肉，湯藥就當澎湃出嚟，錯嗎？錯。竹君，你還在現場嗎？你會講客家話嗎？來講一擺，巴拉必煲加香肉。啊，做得啦。又講又會講客家話，結婚嗎？忙。要咱們有男朋友嗎？忙。哦，等一下你。他看到你就想講有了。好啦，談講幾條嘅鹹豬肉意下呀。
哎，我 Andy 今日準備嘅食材厲害咯，攞大家講下你係乜嘅？石頭烤卵，太府清有名的泰安清安豆腐街面有卖的清有名，一粒卵冇看見細細粒的，一粒卵5張可以食。哦，用石頭烤的，卵拍 QQ， 卵黃又嫩嫩。係，乜嘢做嘅啊？千里歡迎。很多幾個用到安榴蓮哦，是咪啲？哎呦，自己太做的啦。府清六厲害呢？係。千里開就叫兩。太湖當道千里開。太湖當道千里開。啊，唐公英係太府人嗬。唔係唐公藝係太湖。係太湖。好，繼續講，繼續講。咩啊？傳下來是的，都帶個肚子冇啊。啊，傳到我這邊就剩一半嘞。我這邊先。讓愛心上去研發1年兩張成功哎。哦，好吃哈。好吃。哎呀，底肚因為有一些像是熏鴨的味道。那就用嘅食材係伊斯蘭種嘅中藥，佢係草莓蒸六椒。草莓？哎，哦，太府嘅。太府嘅草莓蒸六椒。嗯。佢烤要來本急速冰鎮，天熱拿出來重複烤，所以很費工啦。一粒卵蒸有5年，6道程序這樣可以做。哇，真件當好食咧，比乜嘅溏心蛋都還較好食。貼皮的面試。睇下等下，咁但係是熱地地嘅細細條喎。等下嗬，你入菜是係用嚟烤蛋。對。一3年1點嘛。哎呦，啱唔啲哦。一點冇好食，我老爺研發出來又變更加好食嘅食材，我就今日要作為係乜嘅？玉子翡翠燒。係啦，講到卵田仲係玉子燒啊，睇下翡翠哦。感覺起來就當厲害嗬！你用家呢都拿出一個秘密武器，全部都自家做嘅哦。啊唔過呢，必須等下按多人看到呢，我比看下你的臨場感了哈。哦，我緊張冇？會麼？唔會。哎，我們這邊有信心嗎？有啊！大家加油！加油啦，好唔好？好。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。兩組應該還好，其他哪一組？因為我喜歡吃鹹豬肉。哦。你們的蛋也很好吃。我覺得這個特別，但是這個家鄉味。先考你，還記得鹹豬肉牛慢走。好賢惠哦！你看，又會講客家話，又問有男朋友，又會煮菜耶，有冇條件嘛？姐姐讓你介紹，媽媽請下滷味哦。可以啊。哎，怎麼搞？是砂鍋啊？它比較好切。哦，它好切。硬一點。唔關用米頭會冇嘛？唔會。唔會哦。係。媽媽滷味也好食嘛？好食，一好食。真嘅哦。有傳到家好淑女嘛？比不上他啦。按家有喺都會做料理嘅嗎？有時。有時係幾多時？有冇媽媽當地啊？媽媽意大利擺做幾多擺？有做料理冇？聽說煮菜冇？哈擺。哈擺。嘿。啊，媽媽係做乜嘅條路啊？一般的傳統就家庭主婦。哦。對，現在有點年紀了，那個農會看重一下。就會給我偶爾給我去鬆口了。哦，對對對。去搞嘛該啊？也是烹飪啊。你有去搞煮菜哦？好正老師啦，該啦。還有性上紅呢。係呢。哎呦，該下哦，莫好好少計呀，有失遠迎啦，拍誰？幹嘛該？木米係嗎？對，茶葉。這個是我第2個秘密武器。啊，昨天那有去到一本大家看嗎？沒有呢個貓梨紅茶。還有豆豬係嗎？哦，對，直接放進去菜裡，又有點解膩，然後又有茶香。對。不過整個嘅茶屬於豆體嚟重口味咧。還我們謝謝。被你發現。啊，要玩誰玩之後咧哦？披薩呢？啊，你現在在做什麼手工藝啊？哎，對啊，你在幹嘛？我在把它拉卷，就是卷的，把它拉直。有需要嗎？就是它講呢啊，因為你兩下摸死青走，你青死青走。等下給咩切的咩會？給咩都悠嘅。它沒有不用切啊，它哦。對，所以等下炒的時候會較講啊。但是炒落去唔係要幾多？哎呀，所以嘴妹還要做這個了啦。好，先不要看，這沒事，這秘密武器。對啦，前奏手工藝的部分。對。性上改的總得木啊。對。哇，阿哥開始炒了哈。哇。
阿公，你炒到冻墙吼，我摸開火。有啦，有啦，無遐強啦。有幾多等來啦，哪邊還慢啦？要慢工出細活哦太太搞出的東西才會小。哦，你跟那邊的妹妹很像呢。阿姐，你家下講嘅烤卵係用到哪一刀啊？等下來啊，翡翠燒前後的時間亂做標喺上面，哦，啊，你嘅翡翠係玻璃錘意思嗎？玻璃吹老蟲誒。嗯，跟人嘅配料係咪你研發出來的？可能我研發出來。哦，因為頭髮哈，我不用當我是溏心蛋的，哦，個會送到多塊裝唔出，因為我之前開船廠，嗯，那會就是因為跳嘢哈，就身體變唔好，出來以後就開始，因為佢船廠都冇開，就開始研發烤卵。做乜我用石頭烤呢？因為本來我貪水料，可能人家用石頭烤原廠，我想講這用石頭做的烤原廠，做的烤保修，跟我們做那烤卵，就我用研發出來的。哇，花係結叫嘅時間啦，花幾年了，係嘛？即係花幾年，吃到係唔急。哦，啊，原本嘅川燙係做乜嘅？頭尾咩做客家料理。哦，當在看下節目，你們真的手藝都很不錯。哪一台啊？哦，烤掉，電視也唔錯那一台，網絡上搜尋都搜尋得到。啊 ，YouTube 要搜尋什麼？一家之主。啊，有對啊，有中的。對。哦，問一下阿姐，你啲下調嘅係乜嘅？混醬，嗯，啲背肚要加乜嘅？你不會加卵、太白粉，要攪香下哦。哦，但係要剪卵餅嗎？玉子燒我也哦，是。玉子燒，玉子燒。嗯，安尼感情較好啦。哦，你儂我儂。等你鄉下做些鄉下剩飯，用我感情唔好。哎，24小時哦。對呀，啊，很福哦。這個不要浪費了。家人選中。錯。啊，誰來唔會摸起家嘅時間哦？唔會啦，唔會。但你看到不用哦。唔係健康健康嘅。我講吧。難怪感情安好。難怪你交不到女朋友。對。哦，你還會炒乜嘅咧？剛才咩先？哦。剪下玉子燒。嗯。好啦，過來，我嘅米烤落嚟啊。哦，好。我嘅鹹豬肉做得嚟啊。很香哦。哇，變 Q 講誒。哎，這個白這這個很棒油哦。今天比餅唔怕。咪西吼，然後我媽講真混血。它混哪裡？知道你會第二次了。我至少猜得出一種食材，粽肉，對不對？家境夠重要誒。你是主持界的那個厲害人物，這個哈，跟你講太深奧，你也聽不懂。哦。今天比餅唔怕。咪西吼，然後我媽講真混血。它混哪裡？哎，很多混哦。多混。我分享是，番薯味。那這裡也是有客家的元素，客家味道還有嗎？外省味道。哦。不說你係爸爸係外省人嗎？對。媽媽係客家人。Yes。我嘅媽媽窮農呢，你係哪片行業才睇嘅？苗栗才睇嘅？唔係，大蘭。哦。哦，真嘅係法拉必寶哦。而且佢切咧係凍醬誒。好期待。媽媽切的哈。秘密武器。哎呀。哎，有一片掉出去。真嘅凍醬誒，法拉必寶誒。那兩係乜嘅？哦，表下意頭咧。凍醬。你切咧凍好。切真係醬。真嘅法拉必寶。加埋嘅梅頭嗎？哦，吃寬點就。培養當然做得吃一下，去下先吃米。不過杭州牛本身是凍鹹的哦。還好呢，我這個做冇表啊好。哦。好，我哋差唔多喂，你看幾道片就差唔多就上出來哈。好。我要咩開始剪呢？哇，人嘅配料有標落去嘛？嘅青米當標。要標到清淡口。對。要畫龍點睛呢。師傅做師傅。啊，你啊，我見佢球上咗啲變面啊。準備炒。啊，你會繞牆，你節目最會變面嘅社工主類嗎？你哋係馬莎嗎？那啲啊明珠。他們真的有看節目呢。有哦。
没啦，你去甲料理去甲变，办，也厨师哎，没关系，让表来。我，这样后悔吗？变面，走在边边啦，你去甲了，变面，你厨师们也不是用呀吧？这叫变做的嘞。是在变哦。哎呀，讲烂腿。表人，好来哦。耶，你，做对吧？做得熟了吗？不难听啊，不难听咯。我眼見咗。啊，你自家熟，自家讀書。我一9年後冇買過料理，人用安尼方法，係嘛？這個廚師上班會，也唔會用安尼方法。啊，佢呀來，標準來。啊。佢撲個衣。哦。這最麻煩就是唔掉牛拿起來。唔會啦。叫一下都是哪一個？對。你話像他個，我學煮食唔要煮食就按你方法。厲害厲害，咁等我個件起來，我聽盤冇啊？我唔知件。它要直接放上面，然後沙拉在起子。哦，就像披薩。沙拉。對啦，大阪燒。我就靠我亂轉嚟，亂拍檔橋。我買溏心蛋嘅話，亂拍無拍咪衝硬橋。哦，正經非常嘅好食，正經都好食。啊，地北都嘅亂風哦，每每係有不會膩。而且亂拍有一個草莓酒嘅小米。嗯，懂三的。厲害，你草莓酒也是厲害。應該太無言啦。好，嗰價變價100。看住幾好啊！誒，看下點下有拎醬係冇？點下個醬啊？和風醬。有咩和風醬哦？要秘密武器。係哦。你是主持界的那個厲害人物，這個哈跟你講太深奧，你也聽不懂。哦。正經講有台，係批講啊，係批講啊。冇想你老記住啥講？私底下。好。有點看啊。真的蠻深奧的。一定要品出來。哎，我們再跳。其他都拼不出來，你知道你會拼出來？我至少猜得出一種食材，粽肉，對不對？加入個重要嘅。哇，你係切披薩誒？神嘢咩啦？哇啊哦！哇！你按摩要，這小朋友很喜歡吃。哦，好，三哥，我們先倒數了哈。好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要品嘗一下體育館地圖兩部卡嘅好明星。好啦，體育館地圖呢，國家拿出來秘密武器，唔過都帶秘密武器，經過料理過後，係咪會加分呢？馬上先來品嘗看啦，來，看啦，來，品嘗一下，還有茶蜜耶。好香哦！好吃！哇，好香米線哦！老蛋茶米真勁有啲啲解膩嘅感覺。個鹹豬肉鹹到嘟嘟好呢，而且加種鹹豬肉連皮都做得食。就應做個鹹豬肉，我啱啱講，哎呦，判到哪一道？我哋下嘟嘟好做啲蛋腸食。有滿意嗎？你有滿意嗎？我只有非常滿意，跟有賣嗎？鹹豬肉有賣嗎？啊，挺好吃的。竹君知道咧，很好吃啊，是家裡的味道啊。啊，問一下咱水，呢度做嘅鹹豬肉好食嗎？當好食，米都凍一白。就鹹豬肉凍一米。凍一米哈。個豬皮又唔會咬唔落，凍到攞把鹹豬肉豬皮咬唔落。錯，真嘅。厲害，讚。好，咁我呢條口呢冇埋食過嗬，有個玉子燒、大阪燒，來莎來食。好食咧！誒，地圖哦，又料又有車哦，有 Q 感。哦，cái玻璃水都好鮮，那個按到翡翠。全秀靜，你知道咧？我覺得可以亂凍好食。亂凍好食哈，有賣哦，而家有賣。竹君，你知道咧？凍香，濃香聲音嘅應該都係啊。哦，呢條真嘅拿出來哦，非常厲害嘅秘密武器嘅。這個哈，用知道用辦。做得聽聽啊。你滿意啦？嗱，啲嘢特別仲好食嘅早餐。有營養。咁但係早餐哦，我午餐、晚餐全做得食了。呀，拿來炒外面同我食烤蛋。炒蛋？炒麵？可以做那沙拉卷很好吃。
哦，好，今早的时间，正经多了，我自家都是有东南评的哈。先来请阿正平师傅抢本分数。又是咱最日本，咋个来看一下，拜托一下哈。拜托。阿两个抢不分数，2分。你们刚好喊讲，你切都按好。哎呀，今天是喊小都按呛屁的。来，你说个明白，要有嘛个缺点？这个你两片后梅头村冻好，但是正几个卵咯，本来係會上講幾個卵嘅梅頭咯，大下煎嘅梅頭會分開來，但是佢是咧係融合，佢梅頭向梅村融合叫它。其實兩片村做到凍好啦，係。嘅意思係講，佢輸咗日本啦，冇法度啦，吼。阿兩個咩想法咧？家韓朋友不會米西懂度貨，但是呢，人家都邊個時間，愛吃到條米冇比較突出來，再來一洋葱酸梅啊，就給強強啊，就全部炒有香軟一些的。哦。菜都嘛個全部都冇出來，較大雙些。啊，一邊呢就像盧師傅講的，佢亂老爺一直燒，雖然係分開來製作的，但是其他的米西係較強下的。鴉片反而就是要得菜嘅米西啊，就甜度啊、菜度冇帶出來，所以係現在鴉片。鴉片整體就嗰種你弄愛弄嘅感覺，融合啊。好啦，唔怕，唔講你硬行喺做師傅嘅好食嗬。好，唔講你踢館聽聽，等下還有最杯米館再扳回來啊嗬。剛剛按杯老李指頭嘅，可能入面阿志良師傅要做嘅帶來乜嘅料理來到大家分享咧。料理懂呢篇。好，阿志良師傅呢，今日帶來嘅菜苗都乜嘅？蝦蝦酥皮甜心，蝦蝦可愛，裝可愛的部分。對呀，蝦蝦。這用菜就是一般的，就是要記一下當到冇杯迄個一生意的好生意，較冇辦法開火，煮菜啊煮當到安尼，都麻煩。啊，而家就今年就會用一個氣炸鍋，就可以當簡單做出一套當特別的包含一客家元素，當特別的一樣菜啊。所以你一套菜唔是開火，唔是開火。哦，啊要買食材咧？呀酥皮、花椰菜，嗰一班呢，基本本來是講包9成班、紅條班、也水班攏做得。啊，再來也係蝦卵沙拉，嗰啲蝦卵條沙拉2:1。嘛個係2，沙拉2，蝦卵1。啊，你嘛個？也係三色沙拉。哦，酸酸甜甜的。哎，三色，一般的三色。一條呀沙拉，它有沒差不多1:2，它還會表示頭。哦。因為新鮮的三色會較酸。哦。也就等於講，也係鹹的，也係甜的。兩樣合強下，啊，你就唔是乜個調味嘅。所以啊，兩樣米絲就可以帶出也規則嘅米絲出來。哦。啊，個也下講嘅，也下講就係開嘅嘛，鹹嘅。啊，個再加上也水果。水定應先。也水果唔係講一定要用토마토。我們可能用蓮霧啦、黃梨啦，當做的，它只是要化解一下酥皮烤過以後，會有一些油膩。因為而家酥皮本身就係用油去做嘅，所以個油的佔油的成分較重。家下慳咗2分冇小計到，你係亂嘅啊？幾點亂？哦。我到清淡國家。我茶就有點像靠蛋黃酥樣嘅安尼，而家就先切葉，切葉瓣來包，切條哦。有問題做得滿哦那就先包一條，換太個寬啦。哦，所以你要套菜係做甜嘅，鹹甜嘅，啊酥皮就安尼。啊，做乜嘅清楚係用酥皮啊？一隻T色嗰個較條，嗰個有啲像。四川的威靈頓牛哦，cái地北肚咪做啲撈烤卵，攞結合啊，那個烤卵咪做啲爆落去啊。你可以吃過呢，盲測吃過。像這個要用叉子壓定型嗎？不用，我用手就可以。佢等我用樓下講結合吧。等下我結合本款啦。咁你要一邊做壓嘅氣炸鍋，氣炸鍋壓一個款是有嘅。預熱嘛。那幾多溫啊？撈大家講呀。預熱一般185度2分鐘就做得了。哦，讓你啊，當然整個壓的東西全部要下一烤架就要195度6分鐘。哎呀呀，下工誒。你真的是蝦蝦誒，6米聽聽誒。是6炸。哎，佢腿會切腿的。因為要不抽嘛。哦。要料理當簡單啊，最老要學學佢啦。
你妈下工啊？错哈，要了关系的哈，关系的孔啊呢。哦，要了的挖背吗？啊，对。哦，还可以去肠泥吗？肠泥要把它去掉哈，不是可以去，是一定要去。哦，因为料理都简单哈，就要下工的薄薄的，我要花椰菜，花椰菜就是披萨天的。你有现铜锅吗？不是，再加表里胡椒粉。哦呦，会按豆哦。不会啊。米酒去腥吗？去腥，而且个花椰菜你加些酒一烤，就会变浓稠。哦。会些些盐。调味。唔是調鹹，因為一就全部有米絲。係你調鹹嘅話，變成個米絲會留一條泥聽。我食到鹹啲咧。嗰日就出隻留一強下變到氣炸鍋。好。你多咗可以烤去哦。蝦條哦，溜定哦。就強下烤，然後打張強下嘅。你講下幾度突破幾久誒？195度6分鐘。6分鐘。一就開始擺盤咯，6分鐘過後你就可以開始擺盤當簡單。廿萬個葉誒，叫用葉啊？竹葉。哦，氣炸鍋真正都便宜誒，像豆腐殼嘅水饺，兩隻水餃是都要把酥皮嘅，電機就好咧。哇，也係破好嘅啊！也係破好嘅。誒，真正就像威靈頓呢。哦，因為9層半就會有，這像那個虎皮蛋糕誒，跟人下工咧，唔可以見裝啊！等一下，裝係做見裝嘅，一般人都做烘焙奶油，一般唔可以有鹽。那你也係要染鹽冇染啊？這個無鹽的，反正一堆人都無鹽嘅。係啦。跟人下工咧。唔可以見裝啊！等一下，裝係做見裝嘅。什麼蝦粉紅芭比啊？人家出名的嘛。蝦嘛。蝦酥皮甜心。哦，甜心啊，係芭比啦。甜心啦。係啦。哦，有兩種口味。嗱，所以有一些用太低嘅。我嘛，跟住半矮。唔可以半薄切啊。係啊。反正佢唔會鉗死咧。我綽號叫大嘴簽呢。佢唔會生唔睇啦。大肚簽嘛。蝦子會出來嗎？當然咯，前頭幾多鴉片。好懸哦，只有看到蝦卵而已。蝦卵落沙拉，哎，仲話個酸條味外哦。哇！哇！哦，那這次叫是蝦公嗎？蝦條做的啦。這個蝦子哈，故意挑了。哇！哇！真正是蝦什麼芭比啊？美芭比啦，那個甜心啊，甜心，它就是小龍蝦粉紅甜心哦。哎啦，又粉紅哦。冇啦，蝦酥皮甜心啦。哎，那個有問題嗎？哎呀，森大哥，你是不是已經離線了？如果買不到酥皮，可不可以用蔥油餅代替？師傅做對嗎？蔥油餅做對嗎？可以，但是你要用氣炸鍋的話，可能會跳硬一些些的，皮會比較硬一點點。春卷皮就比較可以，春卷皮你可以擦一些油，再下去烤就比較不會。哦，它會切，哎，它會切。買的選吼，按你綜合這比較口感不知道是怎麼樣，拭目以待。好可愛哦！我都很想開下光都是唔翻嚟食嘅。對啊，而且老娘嘅本年還醫生幫我供用誒。係啊。給明夜蝦酥皮甜心完成。阿娘就好食咯。料理呢，泰卡圖董秀生是不是送拜作為輔助料理過後，兩位馬上把平板回來。哎啦，雖然係海鮮呐。來，哎呀，氣炸鍋誒，也個下工係香哦。那條牌吼是酥皮哦，真係是買個酥皮濃湯哦。人家呢發現到酥皮做的做很多變化。你知道樣哎？這味道是還不錯哦，很奇妙的米西。很奇妙米，就是像蝦粉紅芭比有沒有？沒有酥皮甜心。酥皮甜心。OK， 好。朱君，你知道嘞？就是鹹甜的組合，比較不會膩。真嘅，因為可能一般有冇想過呀，酥皮按盤要跳油呢嘛，唔會嘟好。
冻好选的哈。有学过用酥皮做的料理吗？我觉得肉里懂得配，哈贡东西，那整个搭配起来真的很好看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天拜点了客家野板口样的色，我很好吃。这创意料理真的不错。系啊。做安用配锅整件弄好。阿炳讲你吃到咧？其实该是口感冻到冇强浓的层次，有该哈讲 QQ 的感觉，有该板，哦冇，而家酥皮有脆脆嘅，冇强浓的层次，有配冇强浓的咧酱料，一时咧有唔的感觉讲，有是唔会上到个酥皮嘅油的嗰种感觉啊，清爽。从了透水吼。料理好便利，你看用气炸锅不用落去，拿出来去做得嘞。真嘅。嗰隻葱點也用出來真厲害，全部塞退以後，你再塞個番茄落去，就塞一隻水果落去，整個那個油膩咁完全唔會。真嘅，當真的。當真的。不錯啊，你客家人公演過這個青豆飯呢，豆腐卡呢，唔單將一百用煎的有泡誒，每做得用氣炸鍋，溜溜嚟做一些變化，按用呢包一個酥皮落去。銀行識到咩做講？客家人的菜色啦，有新的創意啊呢。好啦，啊唔講呢，剛剛頭前呢係我們是2-0咯，唔怕。咱是得到2分。冇錯，我三下來啊，最杯麵館鳳翠啊加油了吼！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挑戰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面試，沒有比創意哦，都帶愛嘴將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Andy 隨來上菜了。好啦，要做一個百變料理網嘅時間，都帶按用無窮嘅食材啊，對 Andy。靠數字下會變出乜嘅睇下上唔到嘅料理，先來看一下上唔到嘅食材。打開你本台甲看，嚯！饅頭，兩下個饅頭哦，做出變化哦，因為大家吼可能日本人個豆腐卡食個饅頭是脆啊、正啊是好咧。講一個人嘅創意。哎呦，個地位都做得爆卵呐！哦，上次在我個真的很沒創意。還好吧。地都包一粒了啊，唔咩？那以泡沒做得，就是像個炸金絲卷的感覺。還好吧。真件專業嘅食法，很用誒，泡一瓶牛奶，佢會包以後煨開，然後這樣吃就唔會更多誒。你唔好冇錢買牛奶啊！醫生換用 Oreo 換啊！對啊。好啦，所以等下兩組我勸上好吼，你阿饅頭做對做出乜個變化，好冇？冇簡單哦，一係表揚嘅配樂容易。誒，沒做對呢。哦，大家有吃上困難咯，好，馬上就來進行呀最杯麵館嘅百變料理網。兩款嘅百變料理網拿饅頭來做變化，讓唐坤啊風水帶來料理很多馬名誒，香酥菠蘿烤饅頭。哇，用酥菠蘿配饅頭啊，自備烤箱來咧，係一種點心類嘅。哦，點心類的。港點。港點係 Andy 改啦，菠蘿誒，可能哦，咁個談判，最近很好正點嘅港點，Andy 諗住做嘅菜名係乜嘅咧？滿天過海，哇，越來越戲劇化了，都帶一個饅頭為滿天過海過後，又會變成樣板，韓國 Andy 一個，又會變成樣嘅某樣嘅甜點，馬上來比賽，請問一下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嗎？有，風吹貼片有信心哦，大家記得到2分，好唔好？好，加油！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講真件咧，我唔好食饅頭，因為饅頭會更貴，所以我真件細細個會浸嘅牛奶喝吃，不過經常就會有點惡心，對，有點。所以今年冇牛奶啦，哈，看幾條牛慢走。好，棒酒就會。我面棒酒。是饅頭棒酒，喂，生意哦。剛剛講到係做甜點嘛，哈。你看我們這個，竹君開始。請問它的皮很厲害耶，它的皮要先剝掉。那你搞咩啊？參考網絡資料，然後自己的一點構想。你呀，愛去搞做菠蘿誒。錯，那饅頭來做菠蘿。很厲害耶，要給我養吧，大邊的耶。哎 ，hello。你有冇去搞豆腐卡做菠蘿？一樣唔就做哎。就教一下大家，就是可以用一些手邊可以取得的材料，然後就是為什麼給我手都按下？離火就好了。
搅拌就可以了。奶油啦哈。对，就是增添它的香气。哦，先不记哦，等一下考个徐姐长的上色啦。来先问一下糕点师傅小王子阿亮哥，从日本人做菠萝係用饅頭落去做，也係馬來做啊？那有可能用饅頭做啦。哦，啊係，梗要說創意啊。哦，那也是用麵包啊，奶油嗎？一定會有，還有奶酥。哦，啊奶油有染啊，也冇染嘅。一般人都做烘焙奶油，一般唔會有染。啊，你哋係有染也冇染啊？這個無鹽的。啊，一堆人都無鹽呢。係啦，無鹽的，他是說。他冇想要先考慮下咱去咯。無鹽的嘛，哈。對。好，無鹽的。無鹽，個係你嗰邊講的。哎，懂啲開啊，懂啲開。媽媽，你要做嗎？做要懂啲啊。愛啊，菇頭水，菇頭水。OK，好。哇，買個東西切到安油啊！饅頭啊！我出幾些料理甜菜哦。真嘅。哎呦，你當做 idea。你當初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嫁給他的？對，你就是傳說中的蜘蛛精。這個較超妙，眼奶那原皮。哇，買個東西切到安油啊！饅頭啊！哇，你把他的頭粉身碎骨了。他不是回到麵粉的狀態。阿公，你哋有係嘛東西？要多有绞肉或有蝦仁，所以叫瞞天過海。饅是饅頭，海是那個蝦仁，這個是海蝦仁。它有用泡誒，哎，用泡誒。你看看到有一些像鳳梨蝦球的做法，係冇？我們是裹粉裹好再炸這樣子，跟鳳梨再拌炒一下。哦，哎，懂厲害。係攞饅頭做嘅係外皮係冇？對，用粉梗係麵包粉誒放去。哎，好厲害啊！你要長整個按到八邊啊，八邊。這個饅頭拿來炸排骨也很好吃。真嘅呢？對，這比那個不要用麵粉，用這個，等下你們試看看，口感真的很好。哇！哎，美木是粉軟哈，它本身就可以沾上去了。那真嘅懂 TP 咧，睇下最好起來哦。嗯。哦，係馬上想到兩種做法啦。麵包粉。係啊。創意王。你是什麼一個瞬間想到跟饅頭做的豆油油啊？因為這個就是麵包粉的概念嘛。我出幾些料理甜菜哦。真嘅。哎呦，真嘅呢？就當做 idea。你當初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嫁給他的？對。好啦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差唔多誒，好。媽媽，很多菇同水啊。係，都要做到比較濃厚安嘅。迄幾舊底本呢？也係迄豬素。哦，也係豬素安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啊，朱君，跟奶油送一擺就好了呀。上一次就可以了，因為我們還有加起司，所以它的顏色就是還有起司金黃色的去襯托。哦，哎，要不要借一下那個噴槍就好了？我們也有，因為我們哦，這個還有，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就是再烤一個糖色。哇，你還沒想過做甜點師傅？以前有學過。真勁哦！對。啊，等下做嘛個條路啊？我現在是在社福團體做活動企劃，很有愛心。哎呦，又送 C 嘞！對，那個焦糖色是自己烤出來的。對，就是它會有個金黃。要懂厲害哎！我想過饅頭做得很用變法了。哎，媽媽，你真的沒有其他工作了嗎？沒有，因為它那個很重要。對，我的裝飾這個也真的很重要哎。搞是球佛，那是擺貼嘞。對，它有時候翻沙，你不能去動它，你只能這樣搖。你有冇帶阿媽按 TP 工具啊？因為我要讓千石有一條橋的那個真正的技術活。這個是教育小朋友。哇，懂得呢。所以要等下攞拉絲就上來了。天哪，哎，那等一下矮條看到這一幕哦。好，拉絲好懂叫啊，係奶條來。好懂叫，冇得驚。係啊。半件扭啊。應該你冇再準備一些芒啊，不較驚。芒啊，只是加一些有些超人都炒出勾芡的意思。一系列就好誒，都冇驚。人家就看下一配好咯，凍醬哦。哇，那麼安醬誒。我們現在是在創作。哎，凍醬外邊正經賣嘅那個菠蘿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幫我傳一下糖嗎？不用，不好意思，不用不好意思，謝謝，不用不好意思，謝謝。所以你現在烤脆皮是嗎？對。哦。哇。
啊，你的柠檬是要用它的柠檬皮。对，香气。佢安用已經完全冇種饅頭味啦。啊，中太婆，嘿，中太婆。这个烤脆皮火要小。一地啦，这也甜点嘛哈。哦，先不你烤解哈，等一下我们要过来看他拉丝。现在可能要回头了，要好了，可是要拉丝了。准备了。哦哟，葡萄冻好看呢。哎，两片的猪酱系吗？嘿，对。往里很有水系吗？对。有加通吗？有加一些嘞，提味。一往要超过香味才会比较出来。那等一下是要给它收汁吗？不给主动内完哟。差不多可以，差不多可以。哦。好，好喂，希望。好，點下來。哦，撒落。哇。有哎，没有，中唔得的。哇，你就是传说中的蜘蛛精。这个较巧妙，奶奶原。哎，好漂亮哦。好美哦。應該講我索卡係意思是講來攪比我人家這樣來，你就還有點硬頭，你就冇按辛苦，你要它變成我鉗又鉗唔上。初試甜樹艾。有嗎？這一關有嗎？冇，有它有起來了。再冷一點就有。它冷一些就有。對啊，要冷一點。人家通氣節目會做乜解啊？要係清淡的，要變到蛋狗味啦，冇就變到筍花裝飾。OK。哦，做好了呀。哦，看吃過拉姆啊。很漂亮，很像金箔哎。对，如果整个有拉起来更漂亮。对。好，先不你弄一下。哦，很漂亮哎。这样放下去拌炒就可以了。哦，倒落去就做得了。好哎，好厉害哦！你们两组啊，很多饅頭哎，真的瞒天過海哎。很多饅頭都奶到哟。特色。哎，你们不用落去就好哎嘛。哎，那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再去看一下，我们最后收尾一下。都在冰落去嘞。好，这可以吗？哇，哎呦，好，我们也差不多嘞，马上来倒数喽。好，走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可能也嘅饅頭真件變化出太之間冇想到嘅料理嘅，不過呢，哪一部卡米西卡貼片咧，等下來試試看下咯。哇！呀，兩組呢，真嘅都懂厲害誒。係咯。呀，嘅饅頭啊，變化出了你冇想到嘅東西誒。兩組全看唔到饅頭都奶到啦。你看我們這個。誒，水塘背還有進化係嗎？哎呀，已經變一個藝術作品。玫瑰花吧。哦。玫瑰。乾燥的玫瑰花。凍熊我先呢。這樣要吃嘛？有些大餸誒。還會顯白牙。哦，見到來。切開來之後，可以再沾一點旁邊的糖。哦。對，搭配着吃。cái水塘背凍切呢。又脆又香，因為個地背都跟還有個氣勢嘛。所以也有點鹹味。甜鹹。這個蔥用吧，然後你不卡周乾用啊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不過我為了要哈擺出那個盤子，我找了好久。我們為了要襯托那個饅頭的顏色。哦，盤哦，盤呢，這樣很像月亮哎，好像星空一樣，對不對？講用心咩？要盤得力氣下大哦。哦，問一下咱嘴啊，記得有做樣版。搭配檸檬米多當好食。我想到饅頭做得咁樣做哦。比菠蘿還要好食。太養生啦。好，等下完全下咱水做嘅。好的，來。點樣按到嘛嘅？出名啊？滿天過海。滿天過海。滿天過海，真係看唔到饅頭誒。去看看。感覺好什麼？我知道董熊啊。董熊哈。對啊。好什麼？好吃，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係啊，cái地背肚吼，不但淨係外皮凍脆凍香，cái地背肚嘅肉咪挑到凍好，因為 QQ 嘅口感很高，阿哥我們自己按落一下。還是啦。又好選吼。哎，都好吃的，兩個道理都好吃。聽到這咧？有我都當好食，仲有呀牙下接食啦。好，緊張嘅時節，我到了結勝負嘅一關，先來請阿彬師傅搶分數。好，一下看一下吼，Andy 吼，兩個搶分負數。哇！
好嘞，先请比师傅公平哈。伊这边哦，运动中心从那边感觉哦，这百变呢，好，你要变化动作，好有也会做成像甜点那种感觉，其实应该种节目应该动手看到那边有样因做的方式啦。第一道讲呢，是讲大家做的方式可能冇买强浪，是讲第一项可能去系用这个慢条去做嘅面包粉，应该系讲。本佢好凸顯佢斜斜嘅感覺，然後一啲操作對梅頭咪當好，但係感覺係正差到嘅口感嘅感覺。斜圖唔啦，阿兩個咧，兩樣菜攏10分貼嘅，有客講啊，說當貼嘅，但是呢各有缺點啦，一些建議啦吼。鴉片呢，我認為講整體呈現較好一些咧，但是我認為你可以做一些較無窮樣，因為你底杯。冇特殊的米稀，你可以用玫瑰花、老蜂蜜，再熬糖水，熬它浓密的时间，你都切个菠萝的痕迹的时间，切个起司的时间，你先淋一些甜甜的到底杯，不然再搽奶油，再搽起司，再一烤，你底杯就会有小米，有玫瑰花的小米。我家玫瑰花当大蒜都颁奖金的，鸦片呢10分大蒜，因为伢特色就系馒頭，多么杯一熟。結果我家食到嘅就係軟軟，再來一隻缺點，底杯冇完全冇黃梨嘅米絲，只有冇杯油。我建議黃梨你要煮醬，你就來煮到像嘅糖醋醬一樣嘅鳳梨糖醋醬，它的整體嘅米絲就會提升出來。不然鳳梨糖醋醬變個順湯，一出去以後，然後我使用碗呢，也係讓人家嘅饅頭嘅薯才會呈現出來。好，也係我講你嘅建議。志勇師傅，謝謝。節目好多暗豆呢。哇，教科書等級的。那發現到你的比賽啊，越來越高端呢。那不然老多亞兩最近表現都動力好。你像張伯堅佢完全冇可能想到你，佢出隻拿饅頭一食天天，放票呢天天。啲人做變化出來，我最近同針對嘅。唔過呢，就像師傅講嘅，行做得行開有乜嘅調整，本身就要來學嘅啦，嗬。喺講100分，大家就來做欣賞就好嘅。厲害！唔過呢。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，2組都會得到2分，恭喜平手。哦，好來，頒獎，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！嚟最初恭喜，咱水做得得到2500嘅加菜金哦，恭喜！好，馬上就來向全秀記老太家講一下200參加心得。俺之前有這個機會做得來上這個台，其實。前幾年對，睡唔得啦，睡唔到覺。我哋早上我來是喊頭嘅吃。不錯，看得出來佢都動用心來參加比賽哦。真的，要哭了。好啦，恭喜！來，朱軍，來老太來分享一下。很高興也很榮幸的來參加比賽，這個確實也想了蠻久的啦。對，那就是陪媽媽來開心一下。對。接下來我問一下阿哥吼，今日做嘢半樣強下來，你嘛感想冇參加呢個節目？也參加節目以後啦，以後是有咗好多一道冇共樣嘅東西。人家講活到老學到老，今日先學到一道有不解一樣菜，個經過也容易師傅嘅指導。講嘅有道理啦，聽肉節咧，你哋嘛感想冇？譬如啦，學嘅多東西係啊，因為特別多卡就是我不卡大廚煮嘅，落到可以是行啊做大廚煮嘅。其實你都做得當好些了，我加落去師傅嘅建議，韓白假是很有機會來吼，我們更加厲害，好冇？恭喜！好了，今日嘅比賽呢，其實喺當競中嘅2組都展現出嚟人嘅實力，你就會發現到料理呢真經睇人用越做越神奇，而且呢是教學相長，一定要家家來報名來分享好些厲害哦。無論行業本身是當好煮菜、當會煮菜嗬，全歡迎大家家家來，呢個節目嗬，強下來學煮菜，歡迎大家家家來報名哦。冇唔錯，依家之處等等睇住家強下來要到邊嘅大鬥士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拜拜。